位讲台语，提百万，好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李嘉。你爱赢，一定赢，你爱赢，一定赢，耶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苏家。都点问，一定输。太高水啊啦！好，来秋瑞来讲嘛，来说你。大家行嘿。好，说你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这组的来队长。啊，队长来了。哈，李嘉。大家好。今嘛这你爱去。你爱去，嘿，你爱去哦。你爱去，你爱赢。你第一道来吗？嘿，头一届来。头一届来。我老注意来过安尼。我唔捌来过。你唔捌来过？哦，阮这部足趣味的哦，真好耍哦真刺激哦。是，为着100万，你知影阮有100万？我知啊，就是因为伊100万那个来啊。对，讲有100万。哎，即嘛100万，佮甲朋友拢甲带出来对啦。后来介绍好朋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丁颖酸，我是你爱记的你爱去。去的朋高友中同学。哦，上好的朋友就是咱即嘛讲的闺蜜啦，是姊妹啊，熟悉30年啊。熟悉30年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立彤，我是丁颖酸的好朋友。啊，今仔日来甲阮队长来加油，我要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足欢喜的。是好，欢迎你哦。谢谢好，来，搁三个字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家祥，我嘛是安琪的朋友，啊，今日要来给提100万的奖金啦。哦，奖八。听起来足有信心的哦，一定要甲摕100万的奖金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看对方有强无。好，来，你甲介绍来去。哎，欢迎阮这边嘛足强的队长苏炳宪哥。我是苏炳宪，啊姐吼，拢路边门来啦。啊，你100万来，伊就来啊啦。哦，听了100万就得来就对来啊啦。不过你哦放心嘛，对着宪哥吼。特动的，我捌来过啊，我来几啊摆啊。对，阮节目介好算啦。对，我无讲为着100万才要来啦，我无遮现实啦。今日宪哥是带伊的师妹、甲师弟来呀，嘿，公公司的，嘿，啊，同齐来，而且学台语的，来趣味一下呢。好，来宪哥，你搁介绍来去好不？欢迎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卖家，我家为着100万来啊。欢迎你呢，来介绍来去。来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东东，林啊当当啦吼，我今仔日呢，唔是为着100万来的，是100万为对我走。这个好气势哦，你干嘛为着100万啦吼，袂歹，林东东啦，东东赞的。好，来欢迎你，搁说来去。 Hello， 我是李蜜，我是歌手啊。第二礼拜来啊。有我嘛有印象。对啊，我有印象。进前来。我跳舞啦，跳舞。不要讲，袂认真。不要紧，咱今日慢慢啊学，互你有时间慢慢啊学。是较好啊啦。对嘿，免烦恼啦。大家知了。是，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罗光成罗老师，马上欢迎。 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哦，赚大钱啦！赚大钱就是讲，咱若去演戏用台语来演，就是赚大钱啊。啊，咱就通啊买新厝，啊，咱唱歌若唱台语歌，咱买赚大钱，买当买新厝啦。是好来100万伫遮，请看。嘿，来100万，100万现金。好，咱即摆进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 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名诶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是要调查啥话呢？哦，
譬如讲吼，举一下例，大家即摆拢知影的无人机。台语变哪讲？无人机买当。啊，有人讲自动回零机。自动回零机。所以拢无共款的讲法嘛。对。所以这个单元吼，都甲新的物件，上侪人讲的事，咱选2个出来。是。哦，这2个选出来了，互恁用，倒一个是经过调查了上侪人选的。吼，咱分数变哪算？啊，这回合拢中3题。3题。你若拢摇到，就要摕到6000哦。哦，当然嘛，甲6000先摕起来哦。好，来要出题哦，老师咱请出题。哦，请问吼，土拨鼠的台语吼，倒一个较侪人讲。土拨鼠。来，咱看相片者，有伊的手放安尼，捌看过无？土拨鼠吼，捌看过吼，敢若足有礼貌，即共行礼的感觉。所以美秀这边的答案是礼气。礼气。是。啊，像我这边的讲法哦，是欢气。啥那是欢？譬如讲，外国来的欢仔会。啊，欢仔会。外国来的欢球啊。哦，外国来。对，啊，因为这不是咱台湾种的，所以叫做欢气。哦，伊是外国来的，啊，我就是迄个礼貌的鸟气就对啊啦。对啊。哦，来，换恁判断哦，来2队请选择。来，请选哦。必须。阿雄，演一遍。哦。拢欢喜哦，无人甲迄落风险分开哦。大家拢欢欢呐，嘿。系啊，是，无定就是我的呢。系。其实阮2个嘛唔知影答。唔知影答。对。好，不要紧，我问阮这丁丁。欢气，我有听过欢气，啊，毋过礼气我毋捌听过。你欢气你听过？我听过欢气。欢气。是。礼气我毋捌听过这个。毋捌听过礼气。我听过是碰气啊，碰气是松鼠哦，啊，这是土拨鼠。哦，较大只龟。外国来的吼，有当时咧就是直接用翻的嘛，对啊，土拨，它的环头，环头气，啊环气，差不多吼。啊外国来环。好，来到底是礼气还是我的欢气咧？哦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啊，咱这条吼，4组的来宾的答案拢是正确的。厉害！是欢气啊！厉害！欢气吼，伊关系下拢秘伫迄个土内面吼，啊，咱台湾是无这种物件。啊，伊若到春天是会走出来，啊，所以美国人吼，因有一个传说，就是讲这种鸟气啊走出来吼。伊若看到伊家己影的时吼，就是春天来啊啦。啊，但是咱以前无这物件，所以即马咱看到讲有这个物件，咱就该照讲以前咱甲外国的物件叫做欢什么，咱嘛该叫做欢气。哦，来，大家都厉害。下促销，第2题要来哦。来，请起促销。咱来看show哦。来哟，好，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哦，请问哦，夹娃娃机吼，伊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。哦，夹娃娃机，大家拢捌去夹过嘛，对啊，吼。来，咱看者哦。哦。这入去了真侪台，哦，你要爱的几百台啊，拢真侪，几百台。所以讲，我的感觉就是来讲一个在理业。哦。你无感觉讲啊真顺吗？有影呢。嘿，我要来去啊，在理业啊。哦，你业较爽啊呢。嘿，业较爽就对啊，在理业。哦，那像我的讲法，我应该会讲业红仔机。叶红啊，系啊，因为无唔对，就是有啲叶红啊，对，伊内面拢是红啊。对。虽然讲即马有诶叶泡面啊，叶洗衫精，但是上开始上起头红啊，拢是红啊。是，好，到底是我在你叶，还是叶红啊机咧？好，来2边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。哇，一边你一边我，我差真多哦。来，我来问下，红仔机，来，以前拢是红仔在内底，所以上以前应该是叶红仔，大家会讲叶红仔开始。对，来这边是红仔为重点，啊这边无安尼想哦，这边就甲共款，阿萨里就是我在你业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安尼，因那有无？若去夜市啊，若看到这种机台有无？啊，母也要客钱咯，讲好了10块你也好，客在你业啊。啊，讲的，因为迄到底是什么物件，其实无正确的答案嘛。啊，大家拢一直讲在你业，最后我讲应该就是在你业。到底是上的你的叶红仔机，还是阿姊的在你业呢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这条的答案哦是伫阿雄这边。
上早开始的时候，拢是腌红啊较济啦。啊，当然即马我捌听讲有一段时间有人腌迄个龙虾。有啊。哦，所以愈来愈腌的物件愈来愈济啦。啊，不过咱这边调查的结果吼，腌红啊鸡吼有80%的人选。啊，产的在地腌的吼，差不多才20%尔。哇！啊，所以比例差足济啦。因为大家拢是感觉讲伊是对腌红啊开始的，所以拢叫伊腌红啊鸡较济。大家甲风险分开哦，对，大家甲风险分开哦。好，来上尾一题哦，来咱先出销。来，请起出销。好，来我们出题哦，来老师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躁郁症的台语倒一个较济人讲？哦，躁郁症即马定定拢会。有人讲啊，我有躁郁症啊，无像有躁郁症啊，现代社会压力太大，实在是真无好。啊，不过安怎讲，无人知影哦。真正呢，无想过。对，不过我的讲法，我是感觉直接甲敢若甲反过来。哦，系压榨。对。咱人的压榨。压榨的时阵，咱唔知影讲，我这是毋是躁郁症？哦。嘿，不过迄压榨起来，你就感觉规个什么全世界拢唔对啊啦。对。所以讲，咱讲一个简单的讲法，杂有症。哦，杂有症，杂有症，有伫心肝内嘛，有出的一种，嘿，佫有出，嘿，杂有症是。啊，那你边呢？啊，那我吼，我应该会讲讲有症，因为就是压榨起来，你会起讲有无？看什么人拢无顺眼，看什么拢想要掠讲，拢想要起性地。啊，但是虽然足有出，佫爱起性地，就是掠讲的一种，所以我应该讲讲有症。两边咱请选择哦。必须阿雄演几遍。哦，哎呦，这边有分风险哦。来看阮这边的来，丁丁。躁郁症这种的，即马人足侪，就是做无助的、做压榨的，这种人即马较侪。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一个。来，阮这边的讲的。迄有人有躁郁症的吼，就是做爱掠讲的，可是。不是真白的，想要讲你动作我说该哦，安尼哦，所以就是做爱掠讲，强，掠强，这超过50哦，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这条答案吼是伫美秀迄边。啊，这是种精神问题啦吼。其实另外有一种叫做忧郁症。忧郁症吼，甲这无共款。忧郁症就是心情拢足无好诶，吼啊暗时困袂去，爱伫咧烦恼，吼规工拢袂快乐。啊若这种诶吼，躁郁症诶吼，伊是有几工啊吼，伊感觉伊体力足好，精神足好，逐项拢无问题。啊有几工啊就变做足郁卒诶，所以迄心理变来变去啦。啊有时就是会一直讲骂啊，哦那像迄个大家拢对不起伊安尼。啊这种诶，甲咱拄仔讲迄忧郁症无啥共款。啊这咱调查结果是吼。选这个躁郁症的吼有78%，啊选狂郁症的吼较无到21%，是哦，所以答案就是躁郁症。好，来，咱今晚上重来看分数，看阮理解分数。理解今晚有6000哦，啊那数价咧，袂歹，毛3000哦。哎，不要紧，后一回啊，咱甲个变化就好啊嘛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二回啊 ，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对，等一下咱要看过去，就看一张相片。即摆 AI 拢会叮当，甲你用个叮当，互你去看，看内面到底是有可能是活动。活动，譬如讲庙会啦，庙会做田啦，还是咧设计啦，啊，嘛有可能是地点。是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啊拢总4题，所以每一个人拢有机会起来回答。啊，上济才摕到12000块哦。意思讲，每人拢有3000块哦。哦，一定好啊，甲把握一个哦。加油哦！进前咱会先来提示哦，阿雄，咱请提示。刷落来，咱要带你来看的是咱詹文水库这个地区吼，伊用伊的水汽水利所出产的农作物。哦，农作物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一粒哦。哦。即马咧拍啦。对。嘿。这种农产品呢，伊大部分伊的产品，互你食到的时，拢是酸甘甜啊，酸甘甜。先吹起来不讲。好来，梅啊，梅啊，哈，梅啊是啥？这是梅啊。哎，拢梅啊，拢梅啊啦。这种有名的农产品是啥物嘞？
落来，咱要带你来看的是咱詹文水库这个地区吼，伊用伊的水器水利所出产的农作物。哦，农作物哦，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一粒一粒哦。哦，即马咧拍啦。对。嘿。哇，这种物件是热天有的吼。要挖热天的时阵都有啊。要挖热天的时阵。哦，好来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咱来佚佗的所在是咱詹文水库地区，伊用伊的水器水利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。这种农产品呢，伊有当时啊吼，浸出来是青色的，放较久也会变色。啊，大部分伊的产品，互你食到的时，拢是酸甘甜啊，酸甘甜。哎呦，安尼食就酸甘甜啊，酸甘甜。酸味啊，酸味。嘿，安尼酸味啊，酸味食明显啦哦。好来呀哦，咱请手答，先喙齿来去讲。好来。情人果。哦，是安尼讲吗？唔免遐尔啊复杂，较简单一些些。梅啊。梅啊，哈，梅啊是啥？这就是梅啊。拢梅啊，拢梅啊。梅咧倒位？啊，拢梅啊，拢梅啊。什梅？台语的讲法，你尽量讲，试看卖。好，无咱就梅啊。青梅，好，青梅。来，老师，青梅对唔对？歹势发音差伤济。感谢你还机会来。咱梅啊。梅啊，确定吼。梅啊。梅啊。好来，老师，梅啊对唔对？梅啊会使。好来，你若讲的是梅啊。其实哦，这个物件台语音有足济啦。是。哦，有诶说像阮家人讲唔啊。唔啊。唔啊。啊，有诶像讲伊梅啊。梅啊。啊嘛人讲梅啊，啊嘛人讲梅啊，啊，不过伊都系讲梅啊呢，音就差较济啦。嘿，所以无法度讲是梅啊。梅啊，伊看咱是讲查某囡仔啦。哦，这个梅啊。对啊。好，不要紧，换人啊哦，来紧的换人。台语这种物件就是吼，真歹讲。有人写音哦，淡薄仔了唔对，咱就唔对啊。差足济啊，嘿，就差足济啊。每一个所在讲的拢无共款啊，北部、南部、中部，尤其是中部，迄音佫差足济。啊，个阿姊的宜兰，宜兰嘛差足济。阮讲梅啊，梅啊，哦，食梅啊，食梅啊。啊，你讲梅讲梅？梅毛梅。毛老梅，系啊，每一个而且宜兰的所在嘛有真侪无共。敢若宜兰都差就济啊，腔口拢无共是，咱即嘛把握济哦。好，来，上回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后要互恁看的是日本时代一个水准的画面。是水准的画面哦，来先看影片。哦，以前就真水安尼。水啊水，你白迄个白啊有无？哇，这水准大的哦。大。哇，这水准大的。起码阁有哦。应该阁有。哦，阁有哦。是，好来，阁有哦，我即马要出题啊哦，吼。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带恁来佚佗的所在吼，是咱1898年起做，用来灌溉咱台东的水准。你敢知影这个水准叫什么名呢？好，台东哦，台东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台东，台东，水准是，伊就是阿妹啊，比兰吗？比兰阿妹是台东的对不？对嘛，阿妹台东的比兰准，哦，比兰准，好，台东对不？厉害哦，台东，来老师，比兰准对唔对？健康。伊拄只策略真好啦吼，伊像讲台东，伊就想讲台东有啥物出名的人吼，伊像阿妹啦吼，阿妹伊唱歌，伊就是卑南族的啦，所以伊去安尼去联想啊，所以伊个打扮讲是卑南村，啊，真正这个所在的名就叫做卑南村，啊，这是日本人吼，因1895年来台湾吼，
3年后啦，因就开始起这个水准，所以日本人伫台湾的建设吼，是一直长期拢有咧做。啊，因是无想到讲因尾啊，因为发动战争才放弃台湾，无因是要甲台湾当做一个足长期要开发的所在。好，不要紧，还有2位嘛，免惊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换咱啦，加油哦！来哟，来，咱即马来一个，好，提示一个哦，好，来。刷到内面，互恁看的是咱农民在做事的画面。哦，做事的画面哦，来，咱请看影片。哇，哎呦，哦，注意看哦。哦，真特别哦。题目去内底哦，哇，哇，答案伫遮哦。哦，3张影片，好，手放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记得吹起哩哦。好，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带恁来佚佗的所在是咱早期中南部的一种种植，这个物件足重要，伊互咱台湾的纺织业开始发展起来。哦，请问这个重要的作物是什么？纺织哦，好，农作物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加上，这边加上，米啊，米啊。好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米啊，对唔对？正确。你甲看讲伊头前迄相片，你看伊伫正什么看袂出来。不过咱看上尾迄个相片哦，因伫工厂内面，就上米啊，伊佫讲着纺织啦。啊，米啊就是早期咱真济咱穿的衫拢是用米啊去纺织，无像咱即马有这个化学的物件啦吼，就由化学的物件咧提炼呢，吼来纺织来做的，这红做酒化产品啦。以前拢是真正米啊，所以早期咱当然种米啊，即马是。拢改用这个化学的物件，加油啊！咱看上尾一位同学甲扭起来无？好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就是车拄好啦，安怎？两个共个下下的啦。哎呦，是，就来讲者咱倒位下下。台东。湾林台东国中，因为湾林人嘛。是湾林。啊，我是中华人啦，我是基本拢住台北，啊是伫迄阵国中伫遐读啊。哦，国中伫遐读。湾林的台东国中。对啊，环境应该真好吼。景色袂歹，因为人足济。湾林人大部分拢是台经。对。哦。明市国中啦。嘿，应该算明市啦，咱即马就伫遮，咱拢讲咱家己是明市。咱这吼，坐伫遮，咱就平时咧，对，咱免你扭向。会晓就记咧，好，会晓就记咧个吹起哩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到内面带恁来看吼，是工厂内底，伊这机器拢无咧停，一直放的画面哦。哦，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！哦，这就较清楚就是啊。哦，迄敢你创啥？你手里一号一号哦。哦，啊这吼，伊咧做的工课就是甲卷起来。哦。一号甲卷起来。卷起来。哦。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啊，带恁来佚佗看的是咱台湾头一座第一座现代化的光粉的工厂。你敢知伊是咧倒位咧？光粉的哦。现代化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哎呦，学姐送妹妹哦。哦，哎呦，学姐过来了。嘿，来，好，同个你讲倒位。先吃那个讲嘛。对啊。来，我真正唔知咧。又一个哦。我到中华。哦。中华。哦，是中华的分厂吗？对。中华。是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中华分厂对唔对？还是唔是哦？来，机会来啊！通啊，我感觉是通，台北，就是伫台北啦。台北。哦，松。嘿，台北倒位？倒位。
香山。哦，是无？因为我看到只个目睭内底有香山两个字。啊？真正假？有你的目睭内底有这两个字。真正有香山。我感觉可能是这个答案。哦，好来讲一个哦。好来，老师，香山分场对唔对？健康。真正有啊！真正嘛。来分数，今日得了3千咯。其实即马变做一个古迹啦吼，啊，即马伊就会算讲家己定下一种用途啦，足侪什么活动拢办伫遐啦，就香山分场啦，伊一个新的文创基地啦，哇，迄厂房老咧，不过伊无咧做分啊啦，啊，咱台湾即马应该是还有咧做分，不过唔是伫遮啦，啊，这是日本时代就有的，所以足久啊，啊，咱即马去看遐厝拢足久的，啊，不过真侪挂活动拢办伫遐，哦，所以你若有时间吼，拜六礼拜下去吼。会当看到因遐办足侪活动的，是，所以当去行行咧看看咧。即马真正有影看一下分数，正确的哦，吼。来，咱李家，李家即马15000。嘿，啊那咱的苏家即马6000。真好，不过15000甲咱的6000真正够侪啊分数。不要紧，第3回合咱继续甲拼落去哦。好，起来，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哦，来看到哦，2个箍啊，中一个问号，嘿，问号是啥货？问号代表是奖金，上少就是3000、1000啦。啊，若上济吼，1万、12000、15000拢有哦。哇，所以讲因拢伫个咱的8提示内面哦。是咱提示念者。系，咱提示是酒、bàn、甜露、古籍、大面筋、武夹、牙齿、贵地新。阮制作单位真好，有一个。互恁救人的机会，救人一条命尔，嘿，佮1包尔，嘿，就救人哦，嘿，你就通啊请因来甲你救，啊，咱就通啊同齐讲迄个答案到底是啥货哦，好，啊，第2个就是咱分数较低咱，咱通啊先来选，先看15000有对无，咱今日甲选起来哦，好，我先拣啦，来，大哥，好啦，我拣我上会晓的啦，好，来，甜露，好来。咱来看者，甜露的奖金有偌济？5万元！哇，拼过安尼！来，咱来看会拼盘无？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种甜露点心，其实是七牛马生的祭拜点心，伊的目的吼是用来滴七牛马的目屎的。哦，来，留10秒的时间。万二啊！救人哦！来，12000啊！第2就是有色的哦，有色的啊！哦，我咱一直讲。记赞，捌去台南过哦。我有想到。什么？倒一种甜露点心是七牛马生的祭拜点心呢？请问倒一种甜露点心，其实是七牛马生的祭拜点心，伊的目的吼是用来滴七牛马的目屎的。哦，来留10秒的时间。嘿，有拜拜无？无。哦，是你要问拜的人？是会通啊救人啊？会通啊救人，12000。来，救人哦！来，12000啊！哇塞！点心第2就是有色的呀。哦，有色的啊！哦，我咱一直讲。记赞。分饼。甜粿。欧糖粿。不是。欧糖粿。哎，这10秒啊呢。时间到啊。捌去台南过哦。我有想到。什么？白糖粿。哦。为什么？哎呦，确定啊！确定啦，因为我冇把个答案啦。对，白糖粿因为台南嘛，啊，白糖粿伫台南，我之前去拍戏讲白糖粿伫台南真出名。哦，没有看麦？没有啊，就这个啊啦。好来，就剩这个啦。剩这个啊，白个啊。白糖粿对唔对？来分数。
这白糖粿吼，是台南人7月半的时吼，因用来拜这青牛妈的啦。啊，青牛妈是咧照顾囡仔的神啦。哦，其实就是迄个牛郎织女内面的织女啦。哦，啊，咱伫台南吼，因特别过一个迄个做16岁这种风俗啦。按这个时阵拢会用这，啊，伊这个其实甲咱的圆啊差不多。哦，啊，想像麻糍，伊是竹米做的，啊，伊会用油甲煎，啊，煎伊毋是规粒圆是圆形，毋过伊扁扁，啊，中间lap一凹，啊，中间lap一凹的所在，因讲就是要来新这个织女的目屎，啊，青牛妈的目屎，因为咱讲7月初7，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摆面，对啊，哦，按伫这个时阵，因用这个甲拜，啊，伊因为见面足欢喜，流目屎落来，就用迄个神的安尼，啊，所以这是台南的特色的一种。点心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呀，好来，分数摕到啊，唔好速度买较紧的哦。加油加油！好来，换你啊，加。啊，够万五，啊，够万五。够万五，免烦恼，免烦恼。万五算掉了嘛，他去。算了，多一个。来，别算多济。啊，够万五，啊，够万五。夜市啊，也是酒。好，夜市啊。夜市啊嘛，好啦，夜市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夜市的奖金有偌济？有1000，哎，给你答，给你答，不要紧，咱答去嘛好，答去嘛好。好，来，加减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夜市的凉水、青蛙下蛋、乌乌的迄个物件，早期蓝的吼，唔是粉圆哦，你敢知伊是蓝什么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天呀，这款什么？就简单嘞，就是了呗。粉圆。哎，今年那3、2、1起嘞！求救！哎，1000块咋？哎呦，天啦！嘿啦，对啦，零钱，是。哦，好啦，那个有粉圆哦，搁另外一个。另外一种，较细粒的。是什么圆？什么？伊其实甲粉无关系。乌圆吗？3厘的。啊？3厘。3个猪。3厘有什么圆？粉粿圆。好，粉粿圆。来，咱来看者，粉粿圆对唔对？有3厘。好来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好，加在1000尔。伊是山粉圆。山粉圆。三粉圆，山粉圆。山粉圆，其实我较流行的物件。山粉圆。好啊，伊是种迄个草啊生出来籽啦，所以伊毋是人工做的。啊，粉圆是用手指粉去做的。啊，这个因为要采收真困难啦吼，所以早期捌流行一段时间，尾啊就较无人用，因为足麻烦的啦。啊，你若做粉圆较简单嘛，所以即马大部分拢是加工咱人用手指粉去做的。啊，毋过有个所在吼，抑个月敢若看到，有时我会记得讲去大饭店吼，食饭的时因上尾点心就是这山粉圆啦。山粉。哦，啊，伊迄毋是真正粉圆，伊这是天然的一种物件，就是草啊的籽。哎，不要紧。1000年，好来，我继续算，今日甲万二摕起来。好啦，来啦，迄个酒啦吼，酒，好不？酒哦，好来，咱看下酒的奖金有偌济？哇 ！Oh my god！ 够强的啊！我的天啊！我天呀！哎呦，那真贵啦！那真贵啦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问台湾汾酒公司经营的玻璃酒厂。因为主要结的一种酒，所以伊嘛有什么酒的故乡的称呼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还是有啉酒的应该大家拢知啦。你已经袂使发救人啊！系啊，袂使发救人。应该拢知影吧？是3、2、1，请时间到，紧来。是什么酒？什么酒？玻璃够有名。小型。哦，有咧食酒遐。毋是我捌去过。哦，我捌去过。好，所以是小型。小型。好，来咱看者小型对唔对？来，分数先加落去。记得1万哦。大家拢讲这个玻璃的水真好啦吼，啊，所以遐结的酒
真出名的绍兴酒啦。绍兴酒。啊，这个酒早期吼，伫咱台湾足时行的，足侪人爱买。啊，不过即马这个时阵就较无遐尼时行啦，大家无感觉伊遐尼好啊。哦，啊，不过伊还阁是咱台湾算真侪人在啉的酒啦。比较上无像以前遐尼侪人啊。是。有较差淡薄啊。换你啊，记得啦。万里的啦，酸什么？啊个万里睇起来嘛是。嘿啊，万里够通拼，你看。万里。万里的27000啦，今年。鬼的那个吗？好。啊？还是今天七夕啊？好，贵的嘿。贵地新。因为我定定去学贵地。真正。好，咱来看下哦，贵地新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好，不要紧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咧讲的贵地新这个现象原因吼，其实是大脑保护身体的一种方式，也是暗时啊食伤饱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免想。这就简单的，知影就试落。来，大脑保护身体方法，方法机制啦，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哦，大脑保护身体的机制对唔对？无唔对，好，来分数先。今日又得了3000咯。慢慢查起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项伫医学上叫做困眠的麻痹症。是。啊，啥来有这种症头咧？就是因为咱有时哦，咧眠梦的时，你做歹梦哦，酣眠的时啊，会骹来手去，会黑白叮当，安尼可能会互咱受伤。啊，咱的大脑为了要保护咱，所以伊互咱麻痹以后，咱的手才袂黑袂来，骹袂黑袂来，安尼才袂去受伤。所以有的人感觉这鬼甲咱底，啊，其实唔是啦，是咱身体要保护咱家己，不互咱受伤，啊，所以互你麻痹。啊，你迄个时阵会感觉你骹手拢袂叮当，所以你感觉鬼咧甲你底。哦，啊，其实是咱要保护家己的一种足自然的机制。是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所以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安尼讲起来，恁翁应该是互你先甲外国饲出来。伊就是要保护因翁，唔知拢家己咯。对啊，就是用对调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，无因翁足可怜。好，来换你啊。好，换我吼。好啦，咱有对一题无？我凊彩药啦吼。好啦。凊彩啊。搬啦。搬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。搬的奖金有偌济？可以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搬这个字嘛会使讲搬啦？什么时阵咱会当对别人讲来，我甲你搬咧？是囡仔跋倒的时阵，还是做伙要来食饭的时阵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真简单。囡仔跋倒的时阵。搬的。哎呦，身体无唔对，好来，囡仔跋倒的时阵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哦，加7000哦，再死呀！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囡仔若跋倒吼，身躯目就涂粉啦吼。啊，大人讲来，我甲你搬咧，啊，甲你扶咧，吼，啊，你莫搁哭啊。啊，即摆咱像有一条流行歌，就是叫做搬咧啦。对啊。吼，啊，所以可能伊娘咧才会出这个题目。哎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袂歹。来，换你啊，我刺激哦，一定爱讲。万里的。我选着万里的，你们感觉倒一个是万里的？武侠还是高级还是大面积？您感觉咧？武侠，武侠吗？好了，武侠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武侠奖金有偌济？5000，别，嘛是要个塔起到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武侠戏伫咧1980年代真时行，倒一出香港的电视剧，捌创下70%的收视率嘞？是头一出开创香港剧热潮的作品，是《楚留香》还是《天龙八部》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应该是《楚留香》哦。因为我印象当中，自细汉我看的是先看。坚持。来，楚留香。
是不是？是。楚留香。楚留香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下哦，楚留香对唔对？唔对吗？金龙八部吗？来分数。恭喜啊，得到5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哦，迄个时阵吼，就是迄郑小秋啦吼，伊演迄个主角吼，男主角，啊，一般拢称呼伊叫做香水啦吼。啊，迄当中足出名的，足侪人爱看的。哦，所以台湾即个真趣味，就是讲，毋是干那一个电视台演搬过尔，即个电视台搬了，搁换另外一个电视台搁搬一遍，哇，搁换另外一个电视台搁搬一遍，哇，哦，所以连续几哪个电视台拢搬过，哦，所以足热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足迄当阵是头一出遐尼热的戏安尼，啊，所以大家拢知影即出戏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以前这歌一放出来就知影讲啊，你要做啊，要做8点，楚老香。好，来2题哦，嘿，唔是万里，就是一个数目较少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只啊分数较加起啦。啊，来分数较加起。恭喜加5000。来，今日我即摆啊要无万里互因要去，伊嘛是35000，甲阮白济尔，所以我凊彩要一题，我嘛是赢咧吼。是。哎呦。大面筋我拄则讲因无啊，我就捡起来了。好，来，面筋啊，咱来看下大面筋的奖金有偌济？嘛是真好。所以估值万里。是万里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可以。请问台中特别有的大面筋，伊的面内底掺鸡粉，伊是为着要保长增加伊保存的期限，还是要增加食的饱足感？哦，来留10秒的时间。伊内面的鸡粉是要互伊会使放较久，还是会食较饱？鸡粉哦。3、2、1，可以食较饱。哎呦，可以食较饱。是，好，确定。50，无确定，毋是迄个，就是咧。但是我感觉吼，台中应该是鸡嘛，鸡本来就是互你感觉伊会较饱足，的感觉，所以放迄个鸡粉里面，对，就是互伊感觉较饱啦。较饱哦。互伊感觉较饱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增加食的饱足感，对唔对？来，分数我加入去。容易得到9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对，迄个时代吼，早期的时啊，人拢较无通食啦，啊，所以食好饱真要紧啦。是。啊，若见掺落以后吼，迄面会变较 Q， 啊，佫会变较量较济。啊，所以安尼食了会较饱啦。所以为着要互伊食较饱咧，所以才会掺迄个鸡粉。是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会变较多。来啊，万里啊哦。来哦。是，好，来看来。估值伊的奖金有偌济？15000。15000，安尼我算唔对呢。15000。哦。38000，马紧来，互你对啦。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倒一个县市有上多古迹？伊有204个古迹哦。204个古迹，你倒位打一个县市哦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救人。对。来，今日救人了。台北。啊，我感觉是台北。台北吗？台北。好，台北。OK。你唔知影台北偌济？台北是这哈，好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台北对唔对？有念书。来分数。恭喜啊，得到15000咯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大家头一个想讲台南啦吼，感觉讲台南就咱去台南拢看古迹嘛吼。啊，不过其实吼，台北市，咱知影讲咱的总统府嘛是古迹哦。是。所以台北市的这个古迹有，咱拄则讲过吼，有204个，啊台南有几个？140个。所以台北比台南加足济。哦，像咱讲迪化街嘛拢古早啦。
系啊，所以咱台北嘅古迹真济是大家拢较无感觉尔。啊，咱有足济像讲土地银行啦、台湾银行啦，还有足济拢是古迹，连台病院嘛是。是。哦。嘿，啊，个台湾大学嘛是。嘿，啊，个建国中学。哇，这拢是古迹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今晚进来看咱的分数，看阮李家。李家今晚有38000。嘛是正高，好，啊，咱苏家咧有44000。哦，好，今晚进来咱的1秒1000斤。1秒1000斤。看图有属意。对，咱等下看到一张图，有3题，有3题尔吼。一张图内面都是俗语，你也会记注意看伊红啊哦。对。哦，伊会甲你讲真侪提示伫内面哦。图内底拢是提示。是，啊，咱就敢若3题尔。啊，咱来尽量讲，一直讲到对。我就画正确，啊就停。是，对，啊，咱今晚奖金偌济？咱今晚奖金是44000。44000，对，剩44秒。44秒，安尼佫甲加落去，佫加30秒变74秒。哦，嘿，咱的迄落啊，就一分就1000，1秒就1000。哇，所以讲啊，紧的加油哦！好，3题尔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小时跳大会比赛。5个字，5个字，10个字。倒手边较少下，正手边较侪下。哇！有啥物俗语是安尼？是不是？来，拢总44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1秒就1000，1秒就1000。1秒换1000。哇，所以讲啊，紧的加油哦！好，3题尔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5个字，中啊穿安尼，迄是啥物？是，就你家己安尼家己迄落啊，哇，叫你安尼，中啊穿迄衫啊，在踢脚球的时阵是啥物？裁判。裁判嘛啊，台语内底有啥物？裁判。我甲你冤家，我请一个人来是啥物人？什么人？公亲变属住。啊，这个！我有听到会来听啊，公亲变属主啦。是，对无？中迄裁判嘛。对，就叫你卖弯到尾啊，伊用哇，迄两个我故意甲揽起来，嘿啊。是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讲话，10个字。真多呢。这边是。小时跳大会比赛。5个字，10个字。倒手边较少下，正手边较侪下。哇！有啥物俗语是安尼？嘿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你出来。这汉唔读这，食老唔食油。头一句，细汉。少年唔读这。唔是唔读这。少年不要收。正确。来。足紧张的。少年袂晓想，食老唔正样啦。对，对啊，加油！唔知吼，伤紧张吼，是伤紧张哦。后边嘛真紧张。哦，21秒，够2万1咯。好，来哟，加油哦！最后一题哦。第3题来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来接看。嘛是10个字。有。来。后边吼，拍圆可爱，后边有啊，大家拢看伊咧创啥？看啥？看人食伊头前个？看人食。迄唔是菜，迄是啥？看人食。看人食吧，唔当看人相拍。啊，正确。哦，来，有那个。嘟嘟好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嘟嘟好。哎呦，谢谢各位。到此一游。不要紧啊！咱来运动界的精神。咱虽然无迄落啊奖金，但是拢有摇出来啦。咱嘛佫有复赛啊。是。无奖金，咱嘛赶快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！来一个，感谢建哥。恭喜哦！嘿，你要来复赛啊！恭喜！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咱的罗公行罗老师，等下。专家吴智慧，到底表台语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建哥，谢谢，复赛再来哦。谢谢。
谢谢，仔仔过来，谢谢安琪姐，谢谢姐，谢谢，再报名，陈强师。